nagyalingay na mukon ka sa du, masakon sa gong, gobu, mayup sa ladium kagawdan la. 我们现在先播放一段共学教材 A 读本的303号音档，来查看我们语音辨识设定的录音结果。先把它打开来进行播放。Balaiku Yaya Sura， 这是他泰雅语讲话的内容。接着我们打开我们的泰雅语辨识 application， 好，我们选择这303号音档。把它开启，那它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语音转文字的辨识。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看它的辨识结果。这是它在输出文本这个方格内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输出的辨识结果。然后我们再查看我们的文本，我们文本是第303号音档，然后对应的文本，大部分的文字都有辨识出来，空格也有。然后间隔比较大的语音与语音之间的空格，我们有辨识出来。再来就是语音之间，比较紧密的，就是它讲话连续性比较紧密的片段，它的空格比较没办法完整的切割出来。但是整体来说，大部分空隙比较大的文字说话的间隔，我们都已经有办法辨识出来。那这是它整个国廊处的文字以及辨识的结果。那以上就是泰雅语语音辨识的 demo， 谢谢。